民国90年代的贴，民国90年代的简报啊。是简报啊，简报啊，不是所有的书都烧了。秦始皇不是所有的书都烧啊，医药卜筮就是易经，种树的书没有烧。医药啦，种树啦，卜筮就是那个卜卦那个易，它那是指那个易经啊。没有那个书没有烧啊，烧那个思想类的了。医药种树那个，超越思想。卜筮呢，预测未来，易经那个也没有烧。易经不是只有算命的，还是研究真理天道，阴易阳之谓道呢。格物哦，格心物之物，格事物之物，格事物之物就一般学校的科学知识的教育，格心物之物还是宗教信仰，修天道，去除贪嗔痴爱是心物，去除欲望，去除邪念，净身口意三业嘛。意业的部分就格心物格物，意业要去除贪嗔痴。礼仁篇呢提到朝闻道夕死可以，赶快得三宝心法啊，受名师开智慧，得三宝心法帮助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。我们知道灵魂之窗，不知道灵魂之门，所以要名师开智慧啊，开灵魂之门啊，才能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啊。什么六道？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都要轮回转世受苦啊。天道享福的只有第二层天、忉利天、33天，中天是玉皇上帝住的天，然后还有第4层天，弥勒尊佛所在那个，也有说弥勒菩萨所在那个多帅天，外院才是享福的，内院是修行的，内院没有男女欲望，是修行的，外院还有男女欲望，外院才有在享乐，
享乐就容易造成堕落了。福报有限，时间到了就堕落了，所以要修行啊。高雄谢先生在讲解伦理啊，闽南语，用闽南语讲解伦理，是书里面的伦理。天线宝宝呢，好像是天线宝宝。性教育，怎么在谈到性教育？为年轻人的性教育，urgent task。网络的影片要小心啊！现在那个都有设计那个筛选，就可以减少那个冲击，减少接触了。网页可以做筛选。
同学审问老圣先连变笃行。是道则进，非道则退。很好学呢，对世书很有兴趣耶，学有所成呢。那讲给念大学、念研究所毕业的听啊。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尊啊，术业有专攻啊。学无先后，达者为尊啊，又可以轻视初学。上上人有末义字，下下人有上上字。出自《道案六祖坛经》，出自《六祖坛经》。下下人有上上字，上上人有末义字，埋没的没，没有注意啊。没义字有末义字。我一定想不到啊。导致以正其之以行啊，民免而无耻啊；导致以得其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
1999年的呀，11月25号啊，1999的民国88年呢，很早呢。921大地震呢，台中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没有很清楚。